只要王爷把我儿子救出来，我温如玉甘愿听从王爷差遣。王爷，您快点救救我儿子吧！既然你要对我言听计从，也就是说以后是我安世耿的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就放心吧。 看你温如玉什么时候现身，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就不信你会坐视不管。人呢？人呢？统领，不好了，文武城消失了！马上向韩总领报告。是。大人，大人，犯人不见了。什么？犯人不见了？是的，大人，刮了一阵妖风，人就不见了。于统领命我快马加鞭前来禀告大人。知道了。又是妖风。多谢王爷救下犬子温无常，我温如玉感激不尽，定他肝脑涂地，报效王爷。哎，温老，这说的哪里话啊？起来。温老是毒界的至尊，如此大礼，安某愧不敢当。要不是有王爷，我们温家就绝后了。小儿无常被关在天牢里的死牢，周围机关密布，时刻有重兵把守，我想尽办法也救不出来。王爷一下子就成功了。春桐，王爷，六扇门的于春桐，于春桐，要不是你，我哪至于在牢里受这么多皮肉之苦？我的腿差点被你们六扇门的人给打断了。无常，春桐只是在执行他的任务。其实你应该感激春桐才对，要不是他跟我里应外合的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文老，哎，春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二人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了。温某的五毒灵教，如今气数已尽，一无所长，不知道该如何帮着大人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究竟是谁搞垮了你的五毒灵教啊？是神侯府和六扇门。你恨不恨他们？当然恨。眼下六扇门的势力已经薄弱，我们应该对付的是神侯府。可是神侯府有4大名捕，这就是我们要联手的原因。温某明白王爷的苦心，温某恨不得将4大名捕尽数毒死。这么说，温老是愿意听安某的调遣了？这是当然。春桐，王爷，这是什么？温老用毒至深，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温某见识浅陋，望王爷明示。它是失魂丹，是我从西域一带带回来的。这是失魂丹。失魂丹服后，
便可被人控制。这药性实在太烈了些，请王爷将丹收回，温家父子愿以重金相献。你觉得本王缺金子吗？温老，王爷是想考验你们父子是否对他真心。春桐我已经服过了，每月都可以从王爷那儿拿到1碗解药，不碍事的。我们父子今天要是不服，肯定是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地方的。温老，这就对了。你还有一件事要替本王去办，也是你的专长。王爷请说。凡是身上中有狐毒和狼毒的人，一般都在每月的15发作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王爷的意思是，要让我治好他们身上的狼毒。不，是彻底发作，不只是在月圆之时，而是在任何时候随时发作。这个，大人，等我2日，有一种药草，绰号一线毒，生在悬崖上。王爷放心，我现在就火速前往。有劳温老。咦，天寿哥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最近很忙，没事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不知道我每天跟师傅在一起有多无聊，我就是因为闷得发慌，所以才来找你散散心的。京城最近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案件，很多人被无缘无故的投了毒。我建议你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就不要出来了，很危险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一定要跟着你喽。这样吧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也没办法送你回秋云观了。我给你找个客栈，你先住下来吧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不行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我会连累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不怕你连累我。我还有正事要做。你要做什么？今天是我妹妹的忌日，我要去给她烧纸钱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天寿哥哥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妹妹的坟在家乡，我现在没办法回去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就来到这里，给她烧点纸钱。你妹妹是怎么过世的？我父亲曾经是朝廷铸铁司的官员，他一生为人清廉，从来不愿意跟那些贪官同流合污。没想到，竟然被他们陷害，说他贪污受贿，最后竟然被发配到边疆。那个时候，我跟我妹妹还小，我们逃回到了乡下，可是我们身无分文，只能天天在大街上乞讨。那段日子，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吃一顿饱饭。可是后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喝点水吧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哥哥没事，哥哥只是有点饿了。哥哥，你总是把东西让给我吃，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你是我亲妹妹，当哥哥的当然要把东西让给你吃。哥哥睡一会儿就好了。
哥哥，你快把烧饼吃了，你吃了东西就会好起来了。这烧饼你从哪儿来的？哥哥，这个你就别管了，快吃吧。去那边，走，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走，走，苏珊，散开，苏珊，走吧。我妹妹竟然因为这个烧饼被人活活打死。是我不好，我没办法保护好我妹妹。铁手哥哥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你那个时候年纪那么小，哪有能力对付那些坏人啊？不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，你现在是京城4大名捕之一，你妹妹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安心的。可是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，我一辈子也没办法忘记我妹妹是怎么死的。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哥哥啊，要我死我都愿意。你别这么说，我不希望每一个跟我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好结果。你妹妹是希望你快快乐乐的活下去，而不是背着包袱痛苦的活着。依依，谢谢你安慰我。铁手哥哥，让我当你的妹妹吧，我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很多快乐的。傻瓜，你本来就是我妹妹啊。时候不早了，一个女孩子出来很危险，我给你找间客栈，你先住下吧。铁手哥哥，我虽然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但是我会比亲妹妹对你还好。来，铁手哥哥，喝茶。谢谢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你就睡这儿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直接走了，房钱我已经付过了。谢谢你，铁手哥哥。那我祝你有个好梦。还有，明天你就直接回家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总之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就当从来没有见过我。依依，你是个好姑娘，好姑娘应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。至于我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见了。哎，铁手哥哥，我在前台给你放了5两银子，够你回家的路费了。依依，不要怪我无情，我怕我保护不了自己最亲近的人。我的亲人都已经离我而去了，你跟我在一起只会有危险。依依，希望你能有自己平静的生活。林墨，冷大哥在吗？季统领，他在里面看书。啊。林墨，季统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前几天靶场的事，我替蝴蝶和海棠向你道歉，差点伤到你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嘛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哦。冷大哥还没睡呢。
这人在这儿干嘛？你在笑什么呢？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大晚上的看得着吗？当然看得见了。楚小姐，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你可别乱猜啊！这账房马房的人，你肯定看不上。四大名捕。就跟你说了，别乱猜啊！这种花色肯定不是绣给我的。老实招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呢是要送给一位大英雄的。他帮助我很多，可是呢我又不敢高攀，只好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他。想说绣个绣品，送给他聊表心意。冷血公子啊！怎么可能是他啊？呸呸呸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无情公子吧？我记得那天他说什么要保护你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讨厌！那你绣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冷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他朗度发作。季统领，你还好吧？冷公子，你冷静一点。冷血，清醒一点。林墨，你不要害怕，现在试试你的读心术。冷公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看着我。你冷静一点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我不知道你经历了那么多，可是如果你不放掉过去，它会一直折磨你。复仇的火焰最终会把你自己给烧死的。
冷公子，放下吧。冷血，冷血，大哥，冷血，冷血，冷大哥，冷大哥，你们快把冷血扶回房间去吧。来，快！林墨，你跟我来。林墨，你刚才在冷血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什么？看到痛苦的杀戮，亲人的死去，还有孤身背负着复仇的压力。师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冷血出身狼族，他父亲是狼族首领，他本是狼族王子。但在他幼年的时候，狼族被屠，他被父亲抛至悬崖下的狼群之中。自小就被狼群照顾，由此他保全了一命。但他毕竟是人呢，不可能长时间待在狼群。他慢慢的长大成人了。碰巧有一天，猪王爷上山打猎的时候，看见了他，就把他收为义子。师伯，不对啊，狼妖、狐妖不都是要到月圆之夜才会现形的吗？可，对呀。今天并不是月圆之夜，他突然现形，看来他身上积攒了太多的狼毒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他离变成狼人的时间也就不远了。那。发现一个被打晕的仆人，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的衣服被脱光了，肯定是有人潜入了神侯府，换了他的衣服。
王爷，属下已经进入神侯府，并把温老的药撒在了冷血的窗边。果然不出1炷香的时间，冷血狼毒发作，差点变成狼人，眼看就万劫不复。温老的药那么灵验，那冷血的血，一利必有一弊。冷血在狼毒发作之后，功力大增了10几倍，就连其他3大名捕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属下实在是没有机会下手。温如玉的药果然奏效，看来等到日后要拿冷血的血就轻而易举了。你倒睡得好，刚才我们差点连命都没了。走。哎，原来那个丫鬟懂得那个什么毒仙术啊！如果没有她，哼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难怪师叔要把黎墨留在冷血身边。哦，师叔，冷血怎么样了？他没事了，把我们折腾累了，他倒先睡了。哦。我跟你说，幸好我们3个坚持把楚黎墨留下，一个寡言沉默，一个机灵活泼，真是天生一对儿。天生一对儿。没事没事。你们刚才说……哎，师叔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肯定是非常累了，快点回去休息吧，要不然娇娘会责怪我的。是啊。娇娘交代过我的，要好好监督你老人家，不能熬夜。大妈，没正经啊！师叔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能治住世叔的只有娇娘了，还有我。好了，让冷血休息吧。好。姬姐姐，你看你伤成这个样子，姐妹们都很为你担心。冷大哥身上的狼毒，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想不到这个楚黎墨竟能压制冷大哥的狼毒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之前我们都还不服气他留在冷大哥身边呢。难道诸葛大人是因为黎墨能够制住冷大哥身上的狼毒，才安排他在冷大哥身边的？那这怎么办？岂不是楚黎墨可以天天和冷大哥在一起啊？只要冷大哥狼毒一发作，那个楚黎墨不是占了大便宜？真是替姬姐姐不值。你们别搬弄是非了。如果黎墨能真的治好冷大哥身上的狼毒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那个楚黎墨成天和……行了，只要能治好冷大哥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你们先回去吧。我想休息了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这么久以来，你心里背负着这么重的一个担子。一直以来，你压抑着内心的仇恨，克制复仇的心理，但其实，你心里早就被灭族的悲愤压得喘不过气了。为了不让沉重的伤痕显露，你就开始隐藏自己，甚至用冷漠去包装你的外表。说穿了，只是不想让别人看穿你的脆弱，还有自卑，对吗？可是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一定要学会放下呀，不然的话，时间久了，你整个人就会被复仇吞噬掉，然后你就会变成像狼那样的野兽，
甚至更不如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哇，还在这里疗伤啊？真的没事吧？哎，话说昨天晚上真是惊险万分呐！现在想起来，哇，我的后背还直冒冷汗呢。你们都没事吧？哼，我们没事，差点被你打死啊，兄弟！真的？嘿，没事，我追命这么强壮。没事没事。对了，那个丫头楚离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丫头啊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小事而已。要不是她的读心术及时控制住你啊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说实话，那丫头挺不错的，为了救你啊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她虽然不懂武功，但是侠义心肠，哎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哎，问你个问题，昨天晚上，你和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对眼神，有没有电到啊？行了，我要疗伤了。不说是吧？不说我可要给你挠痒痒了。就先给你挠痒痒。又来啊？哎，说实话，那个姬瑶花姑娘昨天晚上真的非常危险，她为了救你，真的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快去看看她吧。冷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身子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都已经练了1个时辰的功了。我听说我又伤到你了。啊，我这点小伤没事，关键是你，我怕再这么下去，后果会越来越严重。我会尽量控制我的狼毒。看来我的狼毒越来越严重了，灭族之仇我就没法报了。难道我的时间不多了？冷公子，早餐好了。放下吧。我看冷公子肯定会感激我的，说不定他的脾气还可以改一改。林墨，谢谢你昨天帮我医治我的狼毒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没什么，我举手之劳而已。我之前对你那么苛刻，你竟然还这么帮我。这样，为了补偿你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。那我希望冷公子以后可以像无情公子和追命公子那样，
多笑笑。哦，你不会对吧？我教你啊，很简单，你就，这样，多笑笑，来，对，再来，对，好极了，多笑笑，就是这样，嘿嘿，多好啊！楚离墨，你傻笑什么？你怎么又给忘了呢？你都，没什么，凉了吃早餐吧。毛巾。哦。脏了，我给你换一条吧。心里明明有一丝丝对我的歉疚和感谢，嘴上却装得这么硬。啊，对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昨天晚上有个人在你门口鬼鬼祟祟的，越想越不对劲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跟诸葛大人说过了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不记得了。行了，你应该也累了，去休息吧。哈？我让你休息。你要是再傻笑的话，我就让你把神后府的衣服全都洗掉。我累了，我去休息了。把楚离墨给我押出来。是。公主，你有事找我？楚离墨，本公主今天要审一审你。审我？我也没做错事，为什么要审我啊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抱着我冷哥哥！长这么大我都没抱过他。公主，你一定是误会什么了，我没有抱过他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。那好啊，我就收你做宫女，跟本公主回宫，离冷大哥远一点。要进宫啊！不成啊，公主！公主，我笨手笨脚的，你收我进宫肯定会气死你的。你竟敢违抗本公主的命令！哼！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哎，公主，哎呀，你抓这么个丫鬟做什么呀？这事不用你管。冷哥哥，你中狼毒的事我也听说了，我应该一块把你带回宫里，让御医给你诊治诊治。公主，我身体已经没事了，谢谢你。你敢对我冷哥哥抛媚眼？我没有啊！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要是被你父皇知道了，肯定要责骂你的。追命，你是不是我朋友啊？现在这个臭丫头当着我的面勾引我冷哥哥，你帮她还不帮我？公主说的没错，这个丫头呢，她不仅对我感兴趣，她对神后府其他名捕都感兴趣。她就是一个花痴。公主，你放心好了，我马上请示侍书，把她关到柴房去喂马。我不要去柴房喂马，我就要让你和马好好的相处。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。走，你放开我，不去。我不去，拜托放了我吧，我不去。走。你可以走了。啊？我们走。啊，漂亮。